们的银牌射箭秀。哇！我们东京奥运的团体射箭银牌选手邓宇成。欢迎银牌选手，有请。这边请。这位是我的学弟子佳，现在贵姓？黄福林，随着学长的脚步了啊。邓宇成呢，今年22岁了，对不对？你射箭几年了10年。10年，这是您第一个奖牌吗？第一面奥运奖牌啊，其他的很多了。是，所以他年龄那么轻，2024年也会参加吗？还要再选，对，因为重新选嘛。那他也有机会嘛，子佳。就是我现在目标就是放在2024，也剩下2、3年了啊。他是号称比赛完之后呢，因为机器的侦测，你有什么称号？心跳最慢的男人，那个时候显示大概80-90。厉害。我们今天的靶心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好远哦。因为我们不是户外，是70好射还是15公尺好射？都不好射，都不好射。3把箭要10。好，这位15公尺算是非常难的一个距离，因为他没有射过这么短。对。10分箭哦。敢讲话吗？不要吵到他，不要吵。都没有讲话，会不会很奇怪？不会。好帅！太荣幸了，看现场了。第3箭。哇！太帅！靶箭，大家会觉得这15公尺也很难呐。箭10分哦，那应该实力相当哦。 10年以上也是很准，要抓到自己的节奏，要抓到自己节奏。最后一把箭决定你是金牌、银牌落到你身上的时候，如果10分就金牌了，9分就银牌了。宇成和学弟展现 professional 射箭技能，爬吸管这么难的关卡，你看得到这里吗？看不到。对，看不到。你就算第三把都是，预备，3万哦，大家安静哦，安静哦。这个吸管直径才1.2公分哦。对，1万块钱来，加油！2万块，要很准哦。 3万块奖金，太厉害了！这第一把箭啊，第一把，是，果然是我们银牌的得主。对，你看看，我们要给艺人送奖金啊！艺人要。 2021年啊，辛苦的8点档演员，他们有机会来拿奖金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会转动那个靶，转动靶，让他去射到几号，我们再撕开，几乎都是奖金比较多了。真的吗？最终奖金有多少？我们先进行好了，好，叫银牌奖金大放送。好，这个黄文兴、子熙、谢金宁、潘柏希，黄文兴好，这期，还有我，你也是有在里面，每一档都有演的哈，真是很辛苦了。射中靶心就猜出什么奖品了。好，射到几号就是几号。先假设射第一把箭，先示范呢，看有什么奖品啊。请射，小箭可以停下来。哦，3号，赖慧玲。奖金1万块啊！不是，我是假设给他，待会还会调整的。他第2把箭又射到3号，你再加1万块。这个机会只有3把箭，3把嘛？对，太少吧？因为给个5把。我们再射另外一把，不知道是看他有没有一直射的。对，这是待会会调整的，就调整来。好，来，请。好兴奋哦！这是完全是为了我们民视8点档，为了辛苦演员来，请坐，来。太好了，我们真的银牌选手帮你们设奖金，你看，中1号的马上揭晓，看什么奖品啊？潘柏希开合跳10下1000块。开合跳，像开合跳就是属于处罚就对了。开合跳这么处罚，这什么处罚？这什么处罚呢？真每一张都是奖金都好的吗？随便啊，你随便放一个4号好吗？邱子欣奖金1万，你随便放就好了。可以看6号，不用6号。黄文兴伏地挺身10下1000元，有可能是这种，也有可能黄文兴1万的啦，所以也有处罚，也有奖金，这个大家同乐嘛。
马上来射箭了啊！正式要来了，奖品都贴好。大放送哦。对，正式来了嘛？有处罚的，也有奖金的啊。一定的，一定。后面礼物呢？综艺节目嘛。对，来，请来第一把戒。好，来，小心！5号什么？谢金银抓潘国熙，头好壮壮3颗。等一下，谢金银他有在戏里面对不起你吗？听说什么对不起我？不是听说，还没发现。对，我还没发现。所以他是负心汉吗？我是前女友。所以他是渣男。他是渣男。你撞1颗，你撞2颗，3颗，这个头上拿掉，这个就不需要装可爱了哈。预备。你头要放软，不然你放软。你女生那么害怕干嘛？来，谢金，撞他，用力。用力啊！用力！而且赖慧茹，渣男！还有一颗，谢金银，他对不起你，谢对不起你，OK， 哇，好好玩呐，好。来，逼哥，瓜哥是在犒赏他们吧？不是啊，有疑问没有？刚刚有处罚也有奖金啊。有吗？对，有啦。刚刚不是有伏地挺身，还有开合跳吗？对，已经有了，都有啊。是也有1000块来了，1000块来了。1000块有吗？要啦，上面没写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1000个红包。对嘛？也是要1000块的，不是啊，上面没写，我们可以斟酌增加。其他可能有1万、10万的。第二把了，第二把，几号？小心，10。中头奖！谢金银抓潘国熙，谢金银，头好壮壮，5颗啊，不好意思。用力，嘿，用力，你要很慢的。李天宝，怎么保？李天宝，你不要看人了。天宝，好，几颗了？3颗，没有5颗。李天宝，来最后一个，李天宝，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他在戏里面欺负你们，今天好好处理一下。欺负回来了，对，真的，观众会很开心的。对，没有啦，我个人还是要佛心来的嘛，我的1000块铂金包，希望你来年继续扎啊！第3把进，第3把进，你都一直还可以射出奖金哎！你都射潘国熙，你可以射一下黄文兴吗？可以射一下奖金，要射出奖金，说要有奖金出来，奖金马上出来，来，第3把剑，好了，8号一定是大奖了。好，我看看是不是 iPhone 呢，还是电视机来呢？邓雨辰，好壮，5颗，他也有，你也有。点，马国碧，来示范一下圆台啊，示范，你看，放软，不是啊，你撞1颗而已，抓你的头，你看到，你要放软一点啊，这样很快啊，你看到，他已经帮你撞掉2颗了。要自己。没有，学弟来射了，学弟，我球给啊！奖金要来了，奖金来！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选手啊！那刚刚还没撞的张文琪，陈一铁来那边躲。哎，他这个节目撞8颗，我们还不要做人呐？来预备，
剩最后一把剑了嘛？没事，应该没有邓宇还没献祭黄文兴呢，对不对？4号了。因为这个压线，3号就没意思了，所以本裁判判为4号。啊，4号。奖金呢？一般都对4是不想选4楼啊什么，我们故意把最高的奖金有可能压在4号。邱子哭。文信来请就。自己来，男生。你先自己来，你先自己啊。用抓的吗？对，你放。你手先抓，不要抓气球。对，不要抓气球。来，马国碧。示范一下。要怎么？我要示范。你是示范组的，我要翻过来。自己撞就好了，来贝。这样知道了啊。他已经帮你撞掉1颗了，剩2颗。还有2颗。厉害，来，标准，马国碧，你撞1颗1千底，谢谢。那个雨辰呐，来，2位，谢谢我们国手志祥啊，跟雨辰，谢谢，希望你呢来年呢更顺利，每一次比赛都能拿金牌。2024继续代表我们国家出去比赛，继续欣赏更精彩单元。好嘞，谢谢，哇，谢谢。不是啊，我没有拿到奖金。不是啊，我都没有拿到奖金，我都没有拿到奖。可是钱怎么了？有啊有，有哎。等一下，什么？等一下，说好有奖金吗？运气真不好，都没射到这把剑。第1回合那个赖慧茹奖金1万块嘞。那个是样本。不要做绩效嘛，好不好？来欣赏更精彩单元。接下来进行是明星运动会还请到这届奥运拿下团体银牌的射箭国手22射苹果也难不倒他。瓜哥不服气，居然拿出珍珠奶茶的吸管，比1元硬币还要小的洞。魔王关卡让邓宇成试了好几次，冷汗直冒。室内的射箭，然后在后面还会挑战射吸管。我是比较会撞人的。潘柏希连续被射到第2次的时候，你脑海里想的是什么？我想说，应该一个人只有一次的名字在上面吧？就他打开这样有4次，那不就好像在射到2次而已？我好害怕，打开全部都是你。对啊。如果再射，你真的就要继续撞哎。对啊。我们想说是个很温馨的，就是过年可能拿红包的射箭。哎，你有拿到，我压的这么辛苦，还没有钱拿，我现在手就打莫德纳，没有钱。刚刚你是第1次撞吗？我第1次撞了，因为不是，因为我撞哎，就搞容。不是，只我比较会撞人。大过年不要这样乱讲啊，恭喜你！可以，没有，因为我刚才看那个柏希他撞一直弹飞，你知道，我想说哇完了，这个一定很。毕哥他就示范撞的时候，我是想哦，是头要到，就是力量要到底，你要直接压下去，不让它飞走。对，所以我就试试看，果然中了，其实不用到很用力啦，他就对到很要到底，对，要到那个点呐。过年，大家开心好不好？我刚刚脑袋一片空白。你刚看到2次名都吓到，对啊，这个时候头整个就红色，真的脸色发白。而且你看到第2个拉又是你的话，你有没有吓到？我吓死了！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你会想说这么多人都是你。对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很开心？我有觉得的时候有一种他的表现是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谁？整个脸都涨红哎！好啦，代表你2022会更旺。谢谢大家都一起旺。谢谢黄金岁月，谢谢。